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婚林轮背有一间胖店。疫情的期间，是驶着这个行动的面包车，到各庄仔头去卖胖，效果袂歹，所以头家就甲变做行动面包的游览车，互乡亲会当去伫游览车顶来买胖，体验到真无共款的消费的模式。 伫游览车内店员这里放新鲜的胖，逐位拢有放，这个放行李的所在嘛有放各种的产品，这才是新奇又趣味的行动面包游览车。你选购完之后，你就从后门这样子走下去，然后我们在我们外面，我们会有一个结账的地方，就在那边做结账。 轮背在地出名的胖店，在疫情期间为了维持收入，透过行动面包车的方式，再去分林各地卖。因为考虑到面包有真济种，再加上若对落互民众买胖的时较无方便，所以讲新里人就想出将游览车变成大型的面包车，互民众会使伫游览车内买胖。我们小货车载的数量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就在想说，看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，移动式的面包店，让客人可以来这边，就像到店里一样。 来采买面包，业者也希望讲透过这款新奇的方式，吸引大人囡仔来参观，体验伫游览车顶买胖的趣味。同时嘛，希望讲伫疫情困境下，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。